張一健，太陽好晒咩？除咗副玻璃超佢，喺我面前唔好出蠱惑啊！點咁啊，陳主任？乖啦。喂，大佬唔掂啊！救命！人好興不落，多謝。呢啲嘢冇諗住喺我面前出到蠱惑啊！啱啊！陳主任想去 OS，乜嘢 OS？屙屎。即係去廁所，唔准。